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要带您来看看的是桂花小铺。其实呢，专门贩卖精致客家食品的桂花小铺，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的热门。今天感动时刻，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这一群客家妈妈为什么要在桂花小铺开创自己的新天地。这时间要回溯到921大震，在大震之后，理事长刘桂兴想要帮妈妈们走出伤痛，因此呢，就号召大家一块儿来做。那么没想到呢，就越做越好。他们的商品不但是包装非常的精美，有机养生，连着桂花的花蕊可都是一粒一粒精挑细选。桂花蜜、桂花醋、桂花茶，商品琳琅满目，而且还有精致的包装。这不是大财团、大制作，这些都是东市客家妈妈们 DIY 的精致商品。航到山原心，客家妈妈唱着客家山歌，很有味道。而聚在一块，就是为了挑选最好的桂花花蕊。是猪啦，因为我们这都有机，也没喷药啊。那我看我们台湾大部分的都是几乎没有经过一颗一颗的挑，我看电视很多报道，他说是直接就一把就加入它的产品里。所以我们的妈妈们就说，我们用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品质，不论做成醋还是融入龙眼蜜，一朵一朵的桂花都是晶莹剔透，有卖相也有好口碑。所以你们看你按你烫啊，这样按你就顺润来了，差不多给它1/10了。所以你桂花比黄金还个贵哦。完全纯手工，真的是粒粒皆辛苦。虽然伤眼力又伤身体，但是妈妈们乐在其中。透来了姜见后头，叫好的时候，甲当山羊去，烧慢羊羊。目前看叫都茫茫可能会看无安尼。东市客家妈妈会聚在一起，因为921之后，东市成了重灾区。理事长刘桂兴种了2000株的桂花树，希望贵气临门，也希望帮助客家妈妈们走出伤痛。我是921，爸爸妈妈都走了，我可能走到在忧郁症的最底部去了。从921跟现在，我真的是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对客人，我也会招待客人，我卖东西我也都会。清新的桂花是老祖宗的遗产，靠着客家妈妈的努力，不但变成甜蜜蜜的滋味，也带来生机。桂花礼盒不但飘香，重建带来的力量也飘到心坎里。不经意的淡雅香气让花蜜浓郁，添果醋风味。黄澄澄的花蕊，点点都是心意。尝一口，仿佛置身2000株桂花树林，寻一段感动时刻。